我看她一个人在房间，平时都谁照顾她呀？她的丈夫几乎天天都会来，即使有事儿的时候也会嘱咐我们说让我们照顾一下。唉，都这么久了，一个男人真的不容易，真是好男人。小姐，小姐啊，您需要我转达一下您来探望过病人吗？哦，不用。或者那个你写一个字条，我转交给他呢？不用了，谢谢你啊，护士。麻烦您帮我保密，千万别告诉她丈夫我来过，好吗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谢谢。啊？我没听错吧？他跑去医院照顾潘老师。任珊珊，你疯了？我没疯，我只是觉得潘老师需要人照顾，我也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那王老师知道吗？肯定不能让他知道啊！你俩谁也别说啊，谁要说了，我跟他没完。baby， 你把水都喝进脑子里了，装什么普度众生啊你？你到底图什么啊？我什么也不图，我就是想帮帮王老师，能减轻一些他的负担，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一些。